来看今仔日下晡呢，伫北部七县市是万安46号演习，下晡1点半举行。伫南港车头有无记号飞弹攻击情景，引导民众疏开。也因为车路拢爱管制，本地热的滚滚的西门町，煞变做是爱清出一个空间来配合演习。新北市的部分呢，这市长侯友宜有指出讲，因有清点9700外台防空避难设施，通好比879万8000外人，等是新北市人口的2.21倍。隔日爆炸声，大火乌烟直冲，南港车站无记号飞弹击着，消防人员到场大水灌救，车站人员紧紧引导站内民众疏散。万安46号演习北部地区临时登场，台北市市长万安受到南港车站关键基础设施抢救演练，搁到南港高中看灾民收容。空袭警报响起，警察引导民众将车辆往边停去，完善道路西门町上款拢无半人。这摆万安演习实施车停人疏散操演，违者规范。我们这次的原则就是车停人就近疏散，如果没有依照相关规定疏散避难的话，3万到15万。当然，这个疫情也轻重。现在抢救演练部分西湖市场方选做避难场所，警报响起，团商做好安保姿势，一归就是10几分钟，一礼拜已经有演3摆，也传出团商报案。事后我也要请我们这一个产发局，不管是加菜金，我刚才同意他，大概加给他们10箱的啤酒来鼓励他。新北市部分市长侯友宜亲自指导街区疏散避难，搁查看防灾包，侯友宜指出，已经半点新北防空避难设施会当容纳超过879万人。那目前我们盘点出来的防空避难设施，总共有9779处，可以容纳879万8000多人，这样一个比例，大概达成本市的人口的比例的2.21倍。侯友宜表示，中共表态是常态性行为，台海区域安全变化真紧，万安演习爱强化民众，当战争来时会自行保护能力。